到嘅材料有線，用到嘅工具有鈎針、鉸剪、縫衣針。而家開始鈎織示範，環形起。鈎第一行，將支鈎針都由呢個入針位入邊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鈎針上面一針，再兩針鎖針，在呢個入針位鈎16針長針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5、16。16針長針鈎好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我哋斜緊線頭，翹線拉返出嚟，做花針引拔。第一行鈎好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第一行鈎好，我哋呢而家開始鈎第二行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攞另外顏色嘅線擺鈎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鈎針上面嘅一針，隻鈎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再同一個入針位鈎一針兩針中長針嘅北部針，再針鎖針。第一組單元鈎好，去返下一個針位鈎第二組單元，鈎一個兩針中長針嘅北部針，再針鎖針。第二組單元鈎好，去返下一個針位鈎第三組單元，就鈎一個兩針中長針嘅北部針，再針鎖針。第三組單元鈎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鈎16組。第四、第5、最後一組單元鈎好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第二行鈎好，我哋而家開始鈎第三行，將支鈎針都入去其中一個入針位，攞另外顏色嘅線擺鈎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鈎針上面一針，再兩針鎖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鈎兩針長針未完成針，翹線一次過拉個鈎針上面嘅所有針，再兩針鎖針。第一組單元鈎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，鈎一個3針長針嘅並針，再鈎兩針鎖針。第二組單元鈎好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鈎第三組單元，鈎一個3針長針嘅並針，再兩針鎖針。第三組單元鈎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鈎16組。第四組。
最後一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喺呢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轉斷，將條線搓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第3行勾好，我哋呢而家開始勾第4行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攞另外顏色嘅線擺勾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勾針上面一針，再2針鎖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6針長針，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立針嘅第3個入針位，將呢一條線擺勾針上邊，拉返出嚟，再3針鎖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2組單元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6針長針。將勾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將支勾針都入去第一個長針位呢度，將呢條線擺勾針上邊，拉返出嚟，再3針鎖針。第2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16組。第3組。最後一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呢一個入針位入邊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轉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條線拉過去背面。第4行勾好，我哋呢而家開始勾第5行。將支勾針都入去其中一個入針位，攞另外顏色嘅線擺勾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，翹線拉個勾針上面一針，再2針鎖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3針長針，再針鎖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。勾3針長針，再針鎖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3針長針，再針鎖針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勾轉角位，勾2組3針長針，中間有2針鎖針。
呢度呢係第一條邊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4條邊。呢度呢係第二條邊，最後一條邊勾好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刺位呢度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第5行勾好。我哋呢而家開抽第6行，去返下一個入針位，做花針引拔，下一個針位勾針引拔針，去返呢個入針位，做花針引拔，先勾3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4針長針，鎖針鎖針，去返下2個針位，勾2組4針長針，中間有1針鎖針，開始勾第1條完整邊，去返角位呢度，勾2組4針長針，中間有2針鎖針，再去返下4個針位，勾4組4針長針，中間有1針鎖針，第1條完整邊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4條。第6行嘅最後幾針勾好，將支鈎針都入去起刺位呢度，橋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6行勾好，我哋呢而家開抽第7行，喺下4個針位做4針引拔針，勾3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就喺同一個入針位勾4針長針，就針鎖針，在下2個針位勾2組4針長針，中間呢有1針鎖針，勾第1條完整邊，先勾角位，勾2組4針長針，中間呢有2針鎖針，
畫5個針位，勾5組，4針長針，中間呢有1針鎖針。第1條完整邊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4條完整邊。第7行嘅最後幾針勾好，將支勾針倒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一段15cm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入邊，穿過去背面呢邊。咁其中嘅一片織片就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2片，2片織片勾好，然後將2片織片背對背，咁樣呢搭埋一齊，1針對應1針，縫合呢3條邊。大家呢可以用縫衣針，咁樣呢1針對應1針進行縫接。或者呢係用鈎針呢，咁樣鈎織進行拼接都可以。咁呢大家呢可以揀自己中意嘅方法嚟進行拼接。袋嘅縫合完成，而家呢就開始鈎包口部分。將支鈎針從其中嘅一個入針位倒落去，將線擺鈎針上邊，翹線拉返出嚟。翹線拉個鈎針上面1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，鈎針短針，在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鈎針短針。呢一個轉角位，我哋鈎2針短針，然後去返下一個轉角位，鈎2針短針。下一個針位，鈎針短針，呢一個針位，鈎針短針，去返呢一個針位，鈎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呢，呢一行呢總共勾63針。第1行嘅最後幾針勾好，將支鈎針倒入去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1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2行，收針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鈎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鈎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1針對應1針，每一行呢勾63針短針，總共呢勾5行。第5行嘅最後幾針勾好，將支鈎針都入起始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。第5行勾好，我哋而家開始第6行，收針
針鎖針當起嚟入針，再同一個入針位勾針短針，底下 skip 一個針位去下一個針位，勾4針長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開抽第二組單元，底下 skip 一個針位去下一個針位，勾針短針，底下 skip 一個針位去下一個針位，勾4針長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底下 skip 一個針位去下一個針位，勾第三組單元。第三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，總共勾16組。最後一組單元勾好，將支勾針都入去起刺位呢度，翹線拉返出嚟做花針引拔，留一段15cm 左右嘅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入邊，穿過去背面，收埋多餘嘅線頭。剪走多餘嘅線頭，袋嘅部分呢就勾織完成。我哋將其中一條索帶穿喺縫衣針上邊，然後從呢一個入針位穿入去，其中嘅一邊索帶穿好。我哋將線頭咁樣挑出嚟，將線頭穿喺縫衣針上邊，然後將花穿喺索帶上邊。咁其中嘅一朵花呢就固定完成。我哋呢按照相同嘅方法呢穿埋另外一邊，兩條索帶裝好。